大家好，我係熟男大叔啊。不如我哋今日講下膽固醇啦。咁如果每人咧想用以下嘅資訊咧，咁每人嘅健康嘅情況唔同啦。咁希望你哋用呢個資訊之前咧，徵求你哋嘅醫生啦，同埋專業人士或者營養師嘅意見啦。我哋不如講一講膽固醇啦。其實膽固醇咧，我哋嘅知識咧係被簡化咗。其實喺醫療報告上邊咧，膽固醇總係分為兩種，一種就叫好嘅膽固醇 HDL 啦，一種就係壞嘅膽固醇 LDL 啦。連好多醫生咧都係依照呢個框架俾意見。但其實咧，根據好多唔同嘅新嘅研究咧，其實我諗我哋要對膽固醇呢個知識咧，要不斷咁深化，同埋掌握最新嘅嘢。膽固醇三個字咧，讓人聯想起咧就係一個心血管疾病。好多人聽到蛋黃啦、海鮮咧就避之則吉。其實咧，人體大部分嘅膽固醇7至8成咧都係由肝臟自己合成嘅，食物嘅影響咧只係佔2至3成嘅啫。咁其實喺2015年啦，根據呢個美國嘅膳食指南咧，已經將每日要限制攝取嘅上限嘅膽固醇咧，原本係300毫克每一日啦。其實已經取消咗。其實我哋更應該關注嘅咧就係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，因為呢兩個脂肪咧係直接影響我哋嘅膽固醇，而唔係咁係我哋嘅膳食裏邊嘅膽固醇。原本要抽嘅 LDL 啦同 HDL 啦，其實而家咧好多研究咧證明咗 ApoB 啦呢種載脂蛋白咧，其實係更有效預測到你嘅心臟是否健康。ApoB 咧係一種咧可以與 LDL 啦、VLDL 啦同埋 IDL 結合嘅蛋白。其實呢種蛋白咧係可以增加咗心血管嘅疾病嘅風險。所以如果我哋可以量度到 ApoB 咧，其實係可以更加清晰地可以知道嗰個人嘅心血管嘅狀態。但係好可惜咧，我要告訴大家啦，咁而家喺香港嘅化驗室啦，就算喺醫管局啊，甚至私家咧，都好少量度 ApoB 呢樣嘢嘅，因為佢暫時都仲未係一個指引必須要量度嘅嘢。我俾個比喻大家啦，而家現行檢測嘅報告咧，就係反映緊 LDL 嘅濃度，咁就好似喺路上面嘅車輛嘅數目，但係佢分辨唔到咧，就係一啲腳踏車啊，定係一啲卡車。而家研究發現咧，如果嗰個火粒少啦、數量多咧嘅情況咧，就容易塞住啲血管，引致氧化，跟住就發炎。但係如果啲火粒大咧，就反而夠冇乜害處，甚至有啲保護嘅作用。呢個就係最新有啲研究咁樣做到啦。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真係做到嘅，其實就要求進一步嘅檢測，可以做埋呢個 ApoB 啦，同埋 LDL 嘅火粒大小分析嘅。不過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啦。其實而家 LDL-C 咧，即係低密度膽固醇、壞嘅膽固醇咧，其實已經大約90%咁樣可以反映到我哋真實嘅水平。不過有10% 嘅人咧係要 check 埋個 ApoB 同埋即係嗰啲 particle 嘅大小嘅啫。所以咧，一般人咧其實而家 check 個 LDL-C 咧，其實已經滿足到我哋嘅需求啦。呢幾年咧，好多 KOL 喺個減肥界裏邊咧，就講話生酮飲食啦，生酮飲食有咩好處啊？可以令到我哋嘅胰島素敏感度升高啊，跟住可以令到我哋減肥啊，令到我哋瘦身啊 keep fit 啊咁嘅情況。其實佢哋咧又都要解釋一個問題，就係生酮飲食令到個膽固醇上升，究竟對長遠健康有冇影響呢？根據我而家嘅研究或者睇到手頭上嘅資料咧，其實我而家仲係相信咧，膽固醇高咧，其實係對個心臟血管咧，其實係有害處嘅。就算咧，佢哋可以話解釋嗰啲膽固醇高得上嚟咧，係一啲即係裏邊嘅波波啊、浮啊、大啊，唔刺激個血管啦。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好多研究咧，尤其是喺一班咧天先天道，佢哋本身有膽固醇過高嗰班人咧，其實佢哋患心臟血管嘅病啊嘅發病率啦，同埋佢哋嘅死亡率咧係比較高。新一代嘅研究咧，呢啲叫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咧，其實證明咗呢啲基因有問題嘅LDL-C 高嘅人咧，其實佢哋個心臟血管疾病嘅風險係高啲啦，同埋佢哋係比較短命嘅。多營養師咧都教我哋食咧燕麥啦、堅果啦，就能降膽固醇。咁究竟係咪嘅咧？嗱，燕麥裏邊咧含有呢個 beta-glucan 啦，係一種水溶性纖維，能夠依附喺腸道咧，將啲膽酸排出，咁令到咧肝臟咧血液中製造嘅膽固醇咧就降低大約 LDL 5至10%啦。而堅果咧就含呢個植物固醇啦、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啦，可以抑制膽固醇嘅吸收。
每日食30克咧就可以降 LDL 咧大約3至8%。但其實科學研究咧，如果單一食物咧，其實對減膽固醇咧，其實係好有效嘅啫。咁尤其是咧，我哋發覺對家族性嘅膽固醇咧，其實呢啲似乎無效嘅。往往食物可以降膽固醇咧嘅作用咧，都被媒體啦或者被廣告咧誇大。就例如燕麥一樣啦，燕麥被形容為一種好有營養價值啊，同埋一種好健康嘅食物啦，可以降膽固醇啦。但其實我哋降膽固醇嘅同時咧，我哋吸入咗好多嘅卡路里啦，同埋吸入咗好多碳水化合物啦。其實佢都有機會，如果你係有糖尿病嘅患者嘅話咧，有機會影響你嘅糖尿。一碗40 gram 嘅燕麥咧，其實佢裏邊嘅水溶性纖維咧只得2 gram 嘅啫。如果我哋真係要降到膽固醇咧，就起碼要3 gram。變咗我哋要食好多咧，先至得到去降膽固醇嗰個好處。俾少少實際指南大家啦。其實首先第一件事，我哋要學識看完整嘅血脂報告啦，唔好淨係關注 LDL。我哋要擔心埋個 ApoB 啦，同埋咧我哋叫非 HDL 嘅膽固醇咧，呢個總膽固醇減咗 HDL 呢個數值咧，其實都好緊要。另外咧，飲食方面咧，我諗我哋要減少精製嘅糖啦、澱粉啦，限制我哋嘅飽和脂肪啦，甚至杜絕呢個反式脂肪啦。如果有研究顯示咧，如果我哋增加 Omega 3嘅攝取咧，其實都幫得到手。另外，我哋可以增加膳食纖維啦。咁我哋遲啲可以再講講邊啲係好嘅膳食纖維啦。飲食以外咧，運動都好緊要啊！運動都其實係可以減低膽固醇 LDL-C 嘅。今日可以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咁如果你有咩問題關於膽固醇嘅，歡迎留言啦，同你一齊分享下。